咁有啲粉絲咧都問師傅，咁啊九運啦，咁啊北面見水咧就會旺嘅，但係咁啱我間屋咧就係南面見水，如果按住咁嘅邏輯嚟講，係咪一定破財咧？咁樣啊，當然啦，其實外部嘅環境咧，我哋冇辦法去更改，有能力嘅當然買間屋啦，係嘛？咁啊可以揾到一個咧北面見水嘅。實在冇辦法咧，其實好多方式可以咧，就係化解或者為我所用啦。其實要睇一睇個師傅到底佢自己會唔會呢一方面嘅技能啊？呢個非常重要嘅啊。譬如好似我最近去睇啲屋都好啦，其實佢啲水啊都可能係喺正南面。咁喺呢個過程中，佢又冇辦法解決啦，我哋就用另外個方式去幫佢啊，或者用收山納煞嘅方式啊，將呢個煞氣為我所用。其實呢個方式係非常非常有效嘅。好似我哋咁有啲商場，我哋都係用呢個方式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可能個大門就係三煞路口，咁啊將煞氣為我所用咧，咁樣嚟講咧，其實佢嘅能量都非常之大嘅。想知道更多嘅，多啲關注我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